来看国史馆台湾文化馆呢，是举办一个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这馆长梁志忠是用黑白电视，也有吸盘等等来布置，起造古早味的情景，让民众会当感受到过去的生活美学。用曲盘机放老歌，互人感觉回到1960年代同款。客厅内底阁有黑白电视机、甲留声机等等，这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目前当咧馆内举办的咱的老台湾古早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当中嘛有展出民国38年电费的收据，呈现4万外1块钱补去的迄个年代。南投国史馆馆长梁志忠讲，希望互大家了解先民的困苦，定数即马富足的生活。我这嘛有展这个4万外1块的迄个年代吼，尤其是迄个收据哦电费，对4月开始到6月吼，差20几倍。这届特展的情景布置，阁包括1940到1980年代流行的约会地点评估式，以及日本时期引进由药商业部到家庭配上药品的假药包文化。另外嘛有红明床、早年碗盘、红仔册等早期的文物，互参观民众拢感觉真新鲜。上大包迄个黑骨扫，画虾啊、佮乌龟，啊摕一个扫帚，啊就互人知影是。食黑骨烧药啊！看了这台，感觉就有怀念的感觉。小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常带我去串冰店吃串冰。这届特展拢总有36个主题，而且主办单位嘛有放 QR code， 互参观民众只要用手机扫一个，就会当听导览介绍。文献馆讲，登记到12月中，邀请民众去感受早期台湾人的生活。记者邢欣怡南投报道。